熒幕前嘅你咧，必須一定睇得到啦。係為一個離地277米，仿如住喺天空之城感覺嘅別墅，你有冇體驗過呢？而且接近12000尺嘅空間當中，佢仲要俾到4部 lift，同埋可以泊到10架車嘅私人車庫你，仲要俾埋個電單車位，老闆你得閒可以超下呢一種上帝視角嘅感覺。老闆你有冇體驗過？我的天哪！這麼神奇嗎？嗱，咁今日咧 Kenny 同大家嚟到咧就係位於呢個西半山偉城道8號嘅超級豪宅天宇啦，有恒基同埋新世界兩大地產巨頭合作，而且佢仲可以俾到你傳承10代罕有嘅999年地契啊，絕對可以俾老闆咧傳承幾多代都冇問題啊！都可以當傳家寶啦。Kenny 咧同大家講少少歷史先啦，咁就話說我哋嘅天宇前身咧就係1963年落成嘅美麗台啦。咁呢一個收購咧真係歷盡千辛萬水啊！用咗歷時咧差唔多20年嘅時間，慢慢逐啲去收購，直至咧去到2017年咧先至拆牆鬆綁咧可以拆卸重建。而我哋整個地盤咧大概有52000平方尺，重建咗之後咧大概係472000平方尺嘅。咁重建咗之後犀利啦，變身成為咗我哋今日嘅天宇，分咗2座啦44層高嘅住宅大樓，總共172伙嘅超級豪宅組成嘅。而我哋整個項目嘅面積咧由564嘅平方尺至到9096個平方尺不等。而喺整個項目咧最找人眼球就一定有2房頂層嘅3層複式空中別墅啦，面積超過11200平方尺，非常地誇張。有4部嘅升降機，包括私人嘅升降機，直達到你嘅屋企啦。車庫同埋天台泳池，私人平台咧有成900尺添，天台咧仲有2050尺，有埋自己嘅私人獨立巨型泳池。呢一個體驗咧絕對可以媲美到獨立屋嘅豪宅生活咯。說的是啊。雖然咧我哋車位就非常地充足，但我哋其他家庭成員咧總有機會落入呢個凡間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噶嘛。咁喺我哋個項目咧行翻大概10分鐘內就可以去到呢個港鐵嘅上環站噶啦，一個站可以去到呢個全港權力核心位置嘅中環，2個站咧可以去到呢個全球排名第17位嘅香港大學啦、金鐘、九龍站同埋呢個高鐵站，而3個站咧仲可以去埋呢個灣仔同埋海洋公園添。而且我哋周邊咧亦都有好多條嘅巴士線同埋小巴線啦。熒幕前嘅老闆可能你冇機會用到，但係呢一種凡間嘅產物，我相信都總要有嘅。而且咧，我哋仲有宇宙最強嘅11校網同埋中西區嘅中學校網啦，嘉諾撒、聖士提反、英皇、瑪利瑪，全部明日之星咧都係近在咫尺啊！而且我哋2個站咧，亦都可以去到全港首屈一指嘅香港大學喎。呢一種夢寐以求嘅教育資源，絕對係香港最頂流嘅選擇咯。而最緊要咧，就係我哋位於港島嘅西半山，絕對整個香港區最頂流嘅地標之一。無論任何香港嘅明信片當中啦，我哋嘅天宇咧一定會收納其中喺裏邊入邊嘅。咁試下幻想下，每逢拎起呢個香港夜景嘅明信片或者短片都好，都會見到你嘅 dream house 喺度，成件事你話係咪好 magic 咧？厲害！咁 Kenny 同大家嚟個小總結先。咁恒基同埋新世界嘅天宇結合咗呢個超長999年嘅地契，頂級嘅建築同埋設備，一流嘅地段，便利嘅交通同埋優質嘅教育，絕對係西半山劃時代嘅豪宅代表啊！亦都相信係咁多位老闆咧追求尊貴生活嘅首選嚟嘅。如果想要更加長遠